大家平安。今日是2020年7月初2。咱今日的经文是诗篇145篇8节到14节，撒迦利亚书第1章第1节到第6节，罗马书第7章第1节到第6节。今日要来甲咱思考一个新的方向，还是新的关系。英语叫 New Way。约拿先知到尼尼微城传这个悔改福音，但是当尼尼微城全城拢总悔改的时阵，约拿却受气，上帝来抱怨讲：耶和华，我伫本国的时阵，竟毋是安尼讲。我知你是有恩典、有怜悯的上帝，你无看受气，有丰盛的慈爱。而且会后悔，无要降灾，所以我就紧紧来离开，往他死去。这是约拿对上帝的抱怨，也是讲伊的受气。伊的受气的理由实在是真特别啦吼！这毋是伊讲的话，这事实上就是今仔日的诗篇145篇第8节、第9节，特别的诗篇写的：耶和华有恩惠，有怜悯，无快快受气，有大大的慈爱。耶和华好款待万类，伊的怜悯指引伊一切所做的。牧师实是想袂出，到底约拿有啥物通好受气的？如果我若知我所跟对、所服侍的上帝是一个有恩典、有怜悯的上帝，佮无快受气，佮有丰盛的慈爱，伊佮会转变伊的心意，无要甲咱降灾，我想我一定会真欢喜着跳。但是约拿所会受气，是因为伊用旧的性命、旧的角度、摩西律法的角度来看代志，伊忽略律法的目的，若毋是要将人带入伫上帝恩典内底，那安尼律法就有问题。这是咱伫最近咧查考加拉太书内底所咧讲的这个教义的问题。救恩到底是因为信，还是因为律法，还是因为放纵家己的自由来得到救恩？今日的经文另外一位所在，罗马书第7章第1节到第6节，保罗用婚姻的关系来解说律法甲救恩的关系。保罗所反对的这个律法主义，是因为因讲只有遵守律法的人才会通得救的讲法。其实这是救恩的脱爱，基督徒靠着相信耶稣基督得救，这是建立伫迄个新的关系顶悬。律法的关系必须爱先埋葬生死，人才会通自由接受基督的救恩。因为律法只有伫咧束缚人，互人知影罪，罪的结论就是死。好，亲像约拿对尼尼微城的这个人的看法同款，伊认为尼尼微城是外邦人，是有犯罪的人，因此照律法的角度来看，因应该袂得到救。所以约拿心中尼尼微城的人必须爱甲伊所咧宣告的迄句话讲，搁等40天，尼尼微城要平安。约拿虽然明白上帝是一个满有慈爱、怜悯的上帝，搁无快受气的上帝，搁有会赏赐饶赦甲救恩的上帝。但是伊永远袂通明白，是安怎上帝要赦免这个人。上帝嘛透过先知撒迦利亚，甲遐个已经离开上帝、背叛上帝以色列人讲，因爱回心转意，
并且上帝要伸出救恩给因。经文讲，恁转倒转来我就转向来恁。恁莫亲像恁的祖先因前的先知，将信息甲因讲，因计莫搁伫这个邪恶犯罪生活内底，但是因毋听，也无顺服我。因的祖先甲遐先知拢无伫咧啊！我借着我的奴仆，就是遐先知命令警告恁的祖先，但是因毋睬因，恁就接受着迄个结果后来因悔改，承认我是上帝，万军的耶和华就照安尼来计划，互因得到应该得到的，互因来得到处罚。所以伫遮咧，甲咱讲一项代志，就是咱若回转倒转来上帝，承认上帝是咱的主的时阵，咱就要搁一摆来得到救恩。亲像保罗伫今仔日的经文内底所讲的，但是律法已经袂当约束咱的律法来讲，咱已经死，无搁再受律法的旧的方式，是照着圣神新的指示来侍奉上帝。保罗时常讲，咱爱甲基督同死，然后甲伊同过活。这是新的方式，新的生命 ，New Way 新的路，愿上帝帮助咱。今天是2020年7月2号我们今天的经文是诗篇145篇8节到14节。撒迦利亚书第1章第1节到第6节，罗马书第7章第1节到第6节。在预备这一段经文的时候，我想到先知约拿，当他到了尼尼微城去传福音的时候，尼尼微城全城上下都悔改了，但是约拿却生气了。他向上帝抱怨说：“耶和华，我在本国的时候岂不是这样说吗？我知道你是有恩慈、有怜悯的上帝，不轻易发怒，有丰盛的慈爱，而且后悔不降所说的灾，所以我就急速逃往他死去。”约拿他生气的理由是因为上帝满有恩典、怜悯。这句话其实不是约拿说的，这是在大卫的诗篇145篇。在第8节、第9节的经文这样说：耶和华有恩慈，有怜悯，不快快生气，有大大的慈爱。耶和华善待万类，他的怜悯使一切所受造的都得到庇佑。所以牧师才是不清楚为什么约拿会那么生气。但是，要是我知道我所跟随、我所服侍的上帝是有恩慈、有怜悯的上帝的时候，他又不轻易发怒，也有丰盛的慈爱、转变心意、不降灾难，我一定会兴高采烈的大声欢呼。约拿之所以会生气，是因为他以旧约的生命、旧的生命。摩西的律法角度来看事情，他忽略了律法的目的。如果不是要将人带进到救恩里面去的时候，律法就有问题了。这是我们最近在查考加拉太书的所在谈论的教义。救恩是接着相信，还是借着守律法，还是因为放纵的自由而得到救恩？这个是一个重点。罗马书第7章第1节到第6节，保罗以婚姻的关系来解释律法跟救恩。保罗所反对的律法主义，他以为只有遵守律法主义的人以为遵守法律才能得救，这是这样的说法。那保罗说这是救恩的阻碍。
基督徒是靠着相信耶稣基督而得救，这是建立在新的关系上面。律法的关系必须先死了，人才能自由的接受基督的救恩。因为律法只有在束缚人的自由，使人知罪啊。我们知道保罗就说，罪就是让我们进入死亡。正如约拿他对尼尼微人的看法一样，他认为尼尼微人是外邦人，是犯了很大罪恶的人，因此按照律法的标准，他们应该不会得救。所以约拿的心中，尼尼微城的人就是必须要如同他的宣告一样，他说再过40天，尼尼微必要倾覆了。虽然约拿明白上帝是一位蛮有恩慈、怜悯、不快生气的上帝，他也赐下了饶恕与救恩的上帝，但是约拿就是不明白上帝的救恩。上帝透过先知撒迦利亚也这样告诉那些远离上帝、背离上帝的以色列人，上帝要他们回转，并赐下救恩给他们。这是今天我们在撒迦利亚书所读到的这样的经文。先知告诉他们说，你们以前的祖先，虽然上帝派了这个先知来告诉他们，可是他们不顺从，他们还是违背了。但是当我们回转的时候，上帝也要回转向我们。这个就是救恩，就是一个新的关系。回转向上帝，就是与上帝建立新的关系。如同保罗所说的，但是在律法已经不能拘束我们了，因为从管束的律法来说，我们已经死了。我们不再依照律法的条文的旧方式，而是要依照圣灵的新的指示来侍奉上帝。保罗常常提醒我们在基督里要与基督同定死，要与基督同活。这是一个新的关系，是一个新的方向，是新的生命，是一个 new way。愿上帝帮助我们。